再来关心咱国内立法院三读修正军人待遇部分条文，这志愿役个加给部分军阶的官阶是会当领到3万块。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加薪水其实大家拢真欢喜，也毋过伊所认为应该呢，这立法院咧增加预算的时阵，爱先甲行政部门来讨论，才袂影响到其他的军事计划。 155榴炮排几排，国军10月伫咧屏东防港北阵地进行天雷操演，依照顺序实施联合周波攻击，场面正震撼。透过操演加强国军整体防卫战力，也拿伫咧国军的薪水方面，立法院70也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修正案。 甲志愿役的加级增加到3万，国防部表示欢喜看到待遇增加，但是部长郭立雄讲，修法应该符合一个前提。恳请这个立法院在大幅的增加税出的这个预算的同时，能够事先跟行政部门啊，不管是行政院还是国防部，都能够做一个商量吧。 可能会排挤到我们现在其他有关作业维持费跟军事投资这样的一个支出。那也希望国防部应该就此来重视甲人才留来。另一方面是讲，透过立法院增加预算，明显危险。我想200-300亿对于我们整个战力提升来说，它可能是更重要的。而且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有装备，都没有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国家整体施政的和平性。一手加薪，但是一手动删预算，请问这个是真爱国军吗？还是担心被罢免？这个没有办法妥善率能够维持在一个程度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对我们的战力啊是非常产生大的影响的。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2大航空母舰越过第2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引起日本方面的紧张。郭立雄强调，咱国军对强舰动态拢有掌握，也讲这边的行动会让看出中共扩张主义的本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